特別個布拉塔收我55蚊，哇！真係嚇親我啊！今日喺北京路尾行下街，見到間披薩店喎，裝修都幾特別嚇，睇落又幾有 feel 喎。既然嚟都嚟到啦，唔入去試下，好似對唔住自己個披薩胃啊。於是就入去睇下啦。一入門口，左手邊就係披薩嘅製作區域，可以近距離睇住師傅喺度整餅啊。不過現實比較殘酷嘅，居然冇位啊，要等位。唉，睇嚟食好嘢嘅，通常都係要等位嘅。等就等啦，等位嘅期間都唔算好無聊嘅。好似我啲咁嘅披薩愛好者，可以順便窺探下師傅整披薩嘅過程。咦，成大堆獎狀咁凍咗喺度喎，感覺好似好鳩犀利喎。不過話時話，我又唔係好清楚呢啲咁嘅獎狀究竟堅唔堅㗎？究竟含金量有幾高呢？唔該，有冇識貨嘅網友啊？留言科普下，等我長下知識。我發現有款披薩好似好多人點喎。喺我等位嗰陣，已經見到師傅連續做咗4、5個同款嘅披薩。我估計呢隻披薩應該係呢度嘅人氣爆款啊！我觀察咗一下呢隻披薩嘅製作流程，發現佢有少少特別嘅。竟然冇落番茄醬，一般披薩都會喺個底度紅紅地塗一層番茄醬，係佢完全唔同，一啲番茄都冇啊！師傅拎咗罐白色嘅醬汁，慢慢倒喺餅底度，跟住好似掃灰咁樣掃平佢，而且呢啲白汁入邊仲有啲一點點黑色點咁樣。真係唔覺意望落去，仲以為佢發毛添啊！然後再喺上面鋪一層乾嘅菇菌落去，再放幾嚿煙肉，最後就放芝士啦。芝士感覺放得幾多下，我覺得有多咗啲芝士。後尾問咗下店員，呢款係咩披薩？松露火腿蘑菇披薩，這個我們的招牌。哦。黑松露，我最怕嗰陣煤氣味嘅啦，所以呢款披薩與我無緣啦。店家喺牆上貼咗幾款招牌嘅披薩，我睇中其中一款西班牙火腿布拉塔，有位啦，有位啦，終於到我啦。唔係啊嘛，俾呢張台我加台嚟嘅喎，張台咁 Q 細，真係點多個披薩都唔夠放啊！仲有入到嚟先發現佢，原來呢間店真係比較細嘅。總共先得10張8張台，怪唔知要等位啦。點菜，哇頂，唔係啊嘛？佢呢個西班牙火腿布拉塔，嗰個布拉塔呢係另外加錢嘅喎。就單呢個布拉塔就收我55雞，哇頂！算啦，我都係唔加呢個布拉塔啦，就咁西班牙火腿披薩算啦。嚟整翻杯可樂啦，可樂配披薩係絕配嚟嘅。雖然呢個係美式披薩嘅食法，但係配喺意式披薩度一樣 OK 㗎。披薩上嚟啦，睇個樣都幾唔錯喎。起碼比較圓，而且旁邊啲泡紋點都有唔少，關鍵係唔會燶 Q 晒咁個款。但有一樣嘢好似唔係好滿意啊，就係佢有啲料咧，好似啲菇咁樣放埋一邊咁樣，佢冇咁平均咁揼晒落成個披薩度。我叫嘅又唔係雙拼，又唔係四拼咁樣，變咗你食嘅有時一塊有菇，一塊冇菇咁樣，啲口感咪會好唔同咯。而且咧，佢呢度咧，我感覺佢啲芝士落嘅方式咧有少少怪，佢好似喜歡揼喺啲料上邊咁樣，人哋通常會喺茄醬上面就放芝士，然後先再放嗰啲肉啊啲料，佢咧就有啲反轉咯。我唔知會唔會影響口感，不過我感覺佢啲料咧放得有啲多喎，即係唔係好符合嗰個意大利披薩嗰種 less is more 嗰種感覺咯。今次咧佢呢個披薩皮咧比較薄唔錯，但係始終都係有啲軟唔得脆，個皮邊咧都 OK 啦。總體感覺個口感不過不失啦，但係佢個價錢就有啲比較貴少少。感覺性價比差啲咯，特別個布拉塔收我55蚊，哇！真係嚇親我啊！講句唔好聽，你去薩尼亞食係個位數幾雞屎嘅啫喎，你收我55蚊，好似太過咗啲啊！所以嗰個我真係點唔落手啊！各位觀眾，大灣區有咩好食嘅披薩店喺評論區留言俾我啦，等我踩下坑。